你问题，你叫咩波啊？客栈，侬客栈，是咩话？咩话是客栈？咩话是客栈？咩话是客栈？庄黑燕鹅龙熬多接待，庄黑燕鹅龙熬多接待。要掉下来，星星要掉下来。烟笼卖强烈，跟来种族丹东烟笼卖强烈，跟来。那个来，个来种族丹东，种族丹东，庄黑燕鹅龙熬多接待，燕龙卖茶那个来。种族东坛丹东的东坛庄黑就是星星，天上的星星，庄黑燕鹅龙熬多节掉下来。烟笼卖掐有利的，跟那东西有利的东西，种族重要。丹东就动弹，它新掉下来地上的东西都会动弹。庄黑燕鹅笼熬多接待，烟笼卖掐那跟那种族丹东就动弹。摇出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遥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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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